場成交你要知，大家好，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成交係關於譚仔雲南米線創辦人譚氏家族近年頻頻出手賣鋪，新買家雲貴香以低價接手，到底詳情係點呢？快啲睇落去啦！呢張成交係喺天水圍嘉湖新北江商場1樓新天地廣場 B15號鋪，面積大約3090平方尺，以大約1600萬元易手，尺價大約5178蚊。譚氏家族係喺2013年7月斥資大約4300萬元購入，以成交價計算，持貨大約12年，賬面虧損大約2700萬，相當於大約3%。而新買家都係做米線嘅雲貴香，到底成交詳情係點呢？即刻請嚟商務部副區域營業董事 Mike 嚟同我哋分析一下，聽下佢點講。首先呢個鋪位原先都係做飲食行業嘅，非常適合呢個買家攞嚟自用。咁加上個鋪位有近3000尺嘅面積咧，咁相對嚟講個坐位都可以多啲，同埋呢個成交咧個價錢就非常之超值啊！因為比起最初佢買入嚟上一手嘅業主13900幾蚊尺咧，咁折讓個幅度都大嘅。咁而家都係5100幾蚊尺啫。咁相信區內嘅業主咧，如果放盤咧，都可能要再調低翻啲價錢先至可以賣出到啦。咁加上呢個鋪位交吉咧，變咗買家第一時間可以攞翻嚟，好快咁樣可以自用到啦。新買家睇中啲咩？天水圍民生鋪市況近期又係點呢？其實買家買呢個鋪就非常合適嘅，因為附近嘅屋苑，譬如嘉湖山莊啊，或者有啲居屋同埋公屋呢，嗰個人流量都非常充足嘅。咁其實北上消費呢，影響呢個商場呢就唔算太多嘅。咁但係而家成交呢個價錢呢，就會影響到而家二手業主放緊嗰個價錢，就可能要去到成7厘啊、8厘啊，先會有投資者買啦。咁另外其實新北江商場裏邊呢，最多人個需求咧就係民生啊、飲食啊呢啲鋪位咧就會較為優先考慮啲嘅。之後再同大家睇更多成交同埋市況，記得訂閱我哋 channel 啦！我哋下次見，拜拜。